来，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啊，今天是祷告见证会啊，我先彼此来用眼神交流一下，互相问候一下。感谢主啊，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今天在这地方给见证，在我们卑微的身身上见证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乃是靠着耶稣得胜。弟兄姐妹一起起身来为他敬拜赞美，靠着耶稣得胜。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众子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来，重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众子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众子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将一切掌声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弟兄们，请坐。恩典的记号，我们一生都走在主的恩典当中。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走过的路，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感谢赞美神，主啊，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一生要遵行你的旨意。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
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的爱就向我们来显明。你来就是要使我们劳苦重担的你的子民，能够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使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除去我们重担，你代替我们刑罚，我们得平安。你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你并且赐下属天的福分，透过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指引我们一条路，从天上启示下来，也把我们从地上带回到天上。谢谢耶稣，借着你的真理显明天父上帝的慈爱，也借着你的真理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福分，借着你的真理释放我们得着自由。谢谢耶稣，认识你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福分。主，你也不要让我们真的是领受这样福分在我们的身上而已，你也愿意透过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让他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当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样的救恩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有盼望、有永生的人。谢谢主，借着今天晚上的敬拜悦纳，让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向我们来彰显你的怜悯、你的慈爱。谢谢主，也借着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
你是福音的本身。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透过今天晚上的祷告，还有就是见证哦。我们不只是祷告，那不是刚刚要祈祷呢哦。祈祷是要做什么，知道吗？祷告是要经历神的大能啊，对不对？阿们吗？祷告如果都没有经历，那这位神就不用信了。所以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这位神哦，认识他是谁。我们一起来读2节的经文，一起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感谢主，让我们知道这福音哦。我们说传福音，传福音，那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吗？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啊。哦，所以我们看到透过这样的一个预言，能够让使无变有的神道成肉身哦，得成肉体哦，来到这个世间哦。所以我们看到看不见的神借着耶稣基督从这样的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哦。那在过去的时代，耶稣的那个时代，玛利亚那个时代哦，打死人都不相信，对不对？但是现在透过医学，透过科技，可以人工受孕，不是吗？所以在当时候的背景他要被石头打死哦。但是因着上帝的启示，让约瑟能够怎样？本来要暗暗的休了他，因为圣经说他是一个什么义人，好人啊，要暗暗的休他，不要公开的羞辱他，不然他可能要被石头打死。但是因着圣灵的启示，然后告诉他们你要怎样起名叫谁？耶稣啊。然后我们再看到说，主前8世纪，主前的第8世纪哦，大概700多年前，以赛亚先知他就预言必有童女怎样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所以到了马太福音，到了新约的福音书说，这要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话。所以经过700-800年700多年，这样的一个预言能够成就然后弥迦先知弥迦以马的5言呢，预言耶稣要降生在哪里？伯利恒。如果没有上帝的作为，可能他会降生在拿撒勒。但是因为一道的户口普查，对不对？该撒奥古斯都颁布了户口普查的命令，所以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户籍地，所以事就这样成了。所以每年还没有疫情的时候，每年大概有500-600万的人到伯利恒去朝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经过30年成长，然后在大概3年半左右，在加利利，在以色列之地来传福音他展现了什么？福音的大能。说捆绑的就必捆绑，释放的就必释放，甚至我们知道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看见的人就怎样觉得很奇怪，很惊讶。那有人认为他是先知，有人说你是救主。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在那边任性，信心的告白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就在那边遇见，但是那个信仰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遇到耶稣被抓的时候，还是说我跟他不同伙。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全能耶稣告诉这些学生说：“天上地下的权柄在我身上。”然后叫那12使徒来，就将权柄交给他们。
这也是教会开始是行使他的权柄，透过祷告，能够使人经历到那使无变有、胜过死亡权势的主。我们刚过复活节啊，都要过各瓦节了啊。我在面谈这些的弟兄姐妹哦，要受洗哦，都是一定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复活？他是复活的主，相不相信？哦，他们说相信呢，我说给我见证，给我一个什么证据嘛，对不对？哦，所以从哥林多前书15章，从福音书，我们就看到这些历历在目的见证人，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来见证耶稣。其中有一个多马没有看到，没有赶上那个见证的列车。过了8天，耶稣出现，然后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就挑战多马说：“来啊，看，然后触摸。”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怎样，更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更有福的哦。所以我们看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那成为这样的管道，今天我们要向人来做见证，就是要见证这位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奇妙的经历哦。特别是要见证他的慈爱哦，他愿意每一个人能够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他用世人认为怎样更小、迂腐这样的方式，竟然成就在十字架。原本是刑具。但是同时，刑具从刑罚的工具变成医治、拯救、盼望的记号，这是多么的奇妙哈！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这些见证人就去传福音。今天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复活，我们从这一些见证人的眼光，从他们所被启示的这些事迹，我们来相信，并且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相信耶稣复活的大能，可能让我们在病痛，在可能在有什么款的代志中间，我们来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使那不可能的、觉得很奇妙的，竟然在我们的身上发生。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因信得生。我们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义人，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今天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不用信了，没信了。你在这边讲那么多，其实都没有用，因为有一天都要结束。但是我们会看到说，神的奇妙透过人要离开这世上的时候，彰显他的荣耀。我是在礼拜一我去新竹开会再记得接到电话，然后大概10点半左右接到电话，我们有一个姐妹陈怡颖姐妹就是陈奕新老师的妈妈其实她在3年多前我接到电话是说去因为她要快临终了啦，特别贵心了然后请牧师为她祷告，结果祷告完之后就好起来后来也因为这样受洗那再过来几次反复的，我常常接到病危的通知然后就去，然后祷告又好起来了。那有时候我真的很不忍，你知道吗？很不忍。为什么？因为已经这个老化了，身体老化了然后看到他家人照顾得很辛苦但是又不能说主你把他接走。我相信有神的时候但是在礼拜一我一看他的面容非常的安详，很亮，而且嘴角上扬到最后还跟那个外劳说谢谢，还要跟他儿子说我要刷牙洗脸。我想人在要离开这世上，大概都知道那他能够开口。当我在带领这些家人在祷告的时候，他从他没信的儿子当中说：“妈妈，你要回到耶稣那里去了。”所以很多的奇妙的见证，我相信有一天这些儿女们会陆续的能够领受这样的救恩。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一定要相信神的大能信不信由他，但是做不做由你。能够使他感动的是圣灵。所以弟兄姐妹，你说你的，你做你的，其他交给圣灵，信心来运行。你来担担惊惊你就表示说对神的不信任。那如果说你宣告你相信，然后你做见证其他的就是当事人他们的事情，他们不信，福就归你。所以我常讲说，但是不要因为这样你就心里祷告说你最好不要信，然后那个福就归我。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这样的福。愿上帝透过今天晚上我们的第8区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他们来做见证，也让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大能，能够让大家去真的渴慕。我们透过15、16、18这几个小组让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好像耶稣把权柄交给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能够面对这些黑暗的权势，甚至奉主的名来胜过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你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一切不管他是贫困富足，男女老幼，他们在主你的眼中都是同人，都是宝贝，是你用重价买赎回来。谢谢耶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透过你的话语激励我们，透过生命的见证来激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信的人有神迹奇事要对应。感谢主，让我们用信心来相信，因为你要将天顶各样属灵的福气，透过你来享受给你的子儿。听我在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有牧师、牧师娘，还有那个诗谦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第8区的见证会事实上，我们先介绍一下第8区。下一个画面，第8区是由16小组赞美小组，还有15小组和平小组，还有18小组复兴小组所组合成的。那我们这3个小组其实都有不同的特色，然后发展的状况也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有非常多的爱主的姐妹弟兄就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在今天的那个见证分享，坦白讲，在今天是4月27号。那我就开始在想说，我们到底要邀请谁来见证？那我们当然很不希望是说用拜托啦、千拜托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很希望说圣灵自己动工，要在这当中要兴起，愿意将这个神的这个救恩、这个大能，能够由他的口自己用他的生命讲出来的。就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就一个一个就出现了，一个一个出现了，真的是圣灵在这个祷告见证会里面兴起了他自己要为他做见证的人。好，那我们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很多人会在他的生命里头就会碰到很多的问题，然后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但是碰撞的当中，真的越碰撞就越谦卑下来，越碰撞就发现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渺小。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请到的是15小组的陈淑珍姐妹，她经历在她的生命里头，真的是越来越渺小，神越来越伟大。她自己说，真的，她经历到神的起头，就在她的尽头里面发现了神。好，我们请淑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
今天我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哈，就是说，要说自己未信主前的生命啊哈，只能说我是一个女人不敢做的事我都做了，男人不敢做的事我也做了啊。有时候我还会觉得有些男人啊比我还软弱，啊，大家应该会有一点好奇，什么事那么严重呢？时间太少了啦，3天也说不完人生的大事啊。有机会再分享了哈。我也是在2008年12月的时候，我认识了上帝，也是人的尽头，我才认识上帝哈。那信主前的生活呢，我是一个月要找钱哈，找20几天，扣除那个周休2日哈。这样形容会不会有点离谱啊？但是是真的，而且每次欠钱都是超过100-200万的票卡，可以说是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埋怨过任何人、任何事物，总觉得自己的事情当然就自己处理啦，谁也帮不了，对不对？直到我认识上帝，进了教会，做2次礼拜。我就跟牧师说：“哎，牧师啊，我要受洗啊。”他说：“哈，喂，你才来2次，为什么要受洗？”我说：“哎，我以为说，那时候我以为说，来这里做礼拜的基督徒，都是基督徒，没有受洗。我想说，没有受洗，可能会不会人家不欢迎呢？所以我就先受洗了。”还带着我儿子女儿一起来受洗，说还交代他说：“妈妈现在要信基督教了哈，你们来了解一下受洗，了解一下基督教的一些形式啦。啊，我妈妈如果以后老了死了，你就帮我用基督教的仪式把我葬了哈，省得你们也省得不用拜了。”我就这样跟他讲。我今天用打的，不然我又会忘东忘西。我就这样子的，单单的相信上帝。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进教会是很喜乐的事情。那我信主以后呢，日子最难熬的时候，就是上帝唯独赐给我一个平安刚强的心，真的是感谢上帝。我经历很多的人事物，有凶险的及苦难的试炼，我还是站住了。当一切都无法可靠的时候，我向上帝神祷告，帮助我。有时候我觉得说，可能自己的智慧有限，无法明白上帝的旨意。后来我往后看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感觉我才明白，其实上帝是很爱我。当我面对压力的时候，好像看不见神的帮助，听不到神的声音，也求神帮助我，让我度过心里的难事及困境。后来一些事件呢，让我看见压力的后面呢，祝福是何等的丰厚。我就看到一篇诗篇，就是诗篇42章的第5节，你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里面烦躁呢？当仰望神，因他笑着脸帮助我。我要称赞他。”后来我明白这经文的那个意思我还去翻那个祈祷本那个书他说其实神对我是有效、有鼓励、支持、有拯救的意思我现在分享一份我第一份工作，上帝给我的工作。我第一份工作就是1个月25000元，当时
我开销根本就不够用。我发现这个薪水太少了。可是我辞掉这个工作有3次机会，2次机会，第三次我是不好意思啦，因为对方那个姐姐也是在做慈济啊，就一直拜托说她没办法来上班。好，那我就接了。心里接这个工作有一点不是很愿意了哈。第三次真的是很无奈的哈。好，那就接受了，就去上班哦。工作性质是什么呢？就是教室出租给一些协会上课，针对一些资讯局的课程。第一天上班，教室下课后要洗6间的厕所，因为教室租给人家上课都很多同学啊，厕所就搞得很乱很脏就对了。当时哦，我心里哦只想说，哦，我都唔捌讲洗过便所，拢讲洗阮兜尔，安尼吼，那个心态，想说还要洗6间的厕所，就有一点委屈。当下我心里有一股念头说，哎呀，如今也只能勇于承担配合目前这种现实的环境啊哈，因为我有18年没有在外面工作。这份工作算是18年来是第一份，就是领别人的薪水的那种工作就对了。那我这个工作上班呢，真的很特别，只有我一个人上班，没有同事，没有老板，老板也不会来，因为有4个股东。欠钱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你们这个月钱不够，他们要各自汇钱给我，他们从来也没有来。那我一个人呢，要看500平的教室，哦，就是我住的那一栋的楼上。好，那上班3个月，神又给我第2份工作了。同一栋的10楼有52间的那种套房哦，房东又找我咯，要给我管理，薪资也是一样2万5哦，我心里就想说，安尼我有5万了吼，就可能好过一点了哦。可是呢，面对这些套房的租客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吸毒的啦，有酒店的啦，有工作室，有公司，哦，比第一份工作更难搞就对了。哦，可是呢，我一样一一把它克服下来，还跟房客处得很好，哦。又过了6个月，神又给我第3份工作，也是同一栋的停车场，就是 B1、B2， 那房东就请我带他管理收钱呐，哈。可是他那个是比较少，1万5，那我这个月就有6万5可以拿。那神给我这3份工作呢，但是我的开销还是不够用，每天哦过得很忙，很多人找我，要租车位的，要看套房的，要租教室的，真的是大楼的人都说，说真的，你跟电话经啊来安咯，比电话经较无用安尼，就会这样跟我形容哦。所以呢，我就忙于工作，我就远离神，因为我上班只能休礼拜2跟礼拜4，所以就无法到教会来做礼拜。我有3年的时间很少上教会。可是我的心里有点不安，有一点不安。我又患上足底筋膜炎，后来我就辞掉2份工作，1个月就少5万块的薪水，这对我很大的考验。剩下1万5，要怎么过日子呢？这是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了，我又做了。开始有回到教会做礼拜，神也一步一步的给我安稳下来。现在我全职在管理停车场，桃园市有6、7场的停车场，神也一步一步的这样出现一些让我感恩的那种心然后也很感谢秀凤跟田长老一路的带领哈。秀凤也常到我上班的地方看我，真的。我要当神的宝贝儿子，即使在惊涛骇浪之中，神也给我信心，给我刚强壮胆的心，没有惧怕，将我所需的资源都赏赐给我。这是真的，因为我发现说我的薪水越少，我的资源越多，我也不知道怎么
资源怎么越那么多呢？为什么？有的人就说：淑珍，我那个哪里你帮我房间帮我管理好不好？说帮我店面跟我租一下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就帮他租。那他们前1个月都要给我，还有些说他的厂房，我说我帮你租，好了，一下子6万给我，就我租出去了，第1个月都要给我，所以就是神就是会赏赐我一些，虽然我薪水比较少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资源就一直供应给我了，所以我觉得我经历的一切我要把我的见证分享给你们，作为美好的见证当众人看见我的时候，我是神的儿女，真的，谢谢。我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谢谢淑珍，谢谢淑珍OK， 那个谢谢 OK， 淑珍讲起来很轻松觉得说好像 OK 可以了，谢谢。对，好像很轻松的把她的一些工作很轻松的。事实上，淑珍让我非常非常羡慕的一个生命，就是她经历到的一些艰困的环境，甚至于她现在还在经历，不是那么的顺遂，她绝对不是人生的胜利组的那一个。但是我觉得从头到尾，他不曾会在我们面前去埋怨他所碰到的事情，而且就在他这样子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依然能够很洒脱，然后很乐观的去讲他现在碰到的那个压力跟问题，这是让我非常羡慕，而且我也很想要那样的生命，因为我只要有碰到压力，我就要开始怒火中烧了所以真的是淑珍，我很羡慕你的生命，有神同在的生命。我们说在马太福音20章，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知道我们16小组有一个叫吴品贤，他才受洗，是去年受洗的，去年3月受洗。这个姐妹真的是太可爱，也真的是太爱主了。她决定要受洗的那一刻，其实她已经决定要一生跟随主品贤他现在虽然他现在要考试，所以没有来赞美小组，但是他一直跟赞美小组有保持一个很密切的联络。然后呢，他现在在每个礼拜2的晚上，他会跟他自己的工作的伙伴们一起在线上做小组，做 RPG， 没有停顿。然后他现在很关心几组慕道友，我非常的相信，在过来不多久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他所关心的慕道友将要开花结果。今天品贤没有到我们的中间来，但是他是用录影的方式，他要在最近他生活里面碰到3个很宝贵的见证，让我们来看品贤的录影。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在这段期间，那我的3个见证。那第一个呢，是我在线上每一周呢，都跟3个朋友一起祷告。那这样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了。那其中呢，有一对夫妻，他们是自己创业，在做手工造型馒头。那他们是我的好朋友。那从我来到教会开始，那我都会跟他们分享我的感受。那还有我学习到什么，那我也邀请他们一起来礼拜。那第一次呢，他们来到教会结束后，他的老婆跟我说，我跟你讲，我老公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他非常固执。那没想到呢，到下礼拜他们早上8点又来到了教会，他老婆说，居然是我老公自己说要来的。那他们也连续来了好几周。那开始呢，他们自己也会祷告，遇到要离职，要转换新的跑道，那遇到孩子不舒服，他们就开始会跟神说话。神真的非常的神奇，因为我认识他们夫妻很久，知道她老公真的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固执，什么都不信的人，居然神可以让他来到教会，而且持续来了好几周，甚至能够自己会跟神说话。那他们呢，第一次
合作的手作市集，那他的摊位的正前方居然在唱诗歌，明明下雨天，每个人的生意都不好，但他们的东西最后全部都能卖光，而且已经好几次都这样。那遇到摊位呢，可能比较不好一点，他们就会祷告，求主明天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摊位的位置。那结果呢，隔天就真的在一个好的摊位上，东西也都又销售光。感谢主，你亲自带领着他们要来更认识主。那这个礼拜呢，他们还主动问我说，我想要奉献，我要怎么奉献？感谢主，让我看见神在这当中的奇妙的作为。感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在线上 RPG， 让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能够透有祷告去认识这个又真又活的主。主他真的能够听见我们的祷告。谢谢主，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透过祷告，在我们有困难、有需要、有缺乏、难过的时候，主都能知道。感谢主。那第二个见证呢，就是在3月的时候，田长老跟我说，就是赞美小组要来我家看我，那我就说好。但其实我内心是很紧张的，因为我妈是一个很爱拜观音、拜土地公的人。那所以我不知道我妈那一天的表现态度会是什么，就是会很坚持自己的想法吗？会很排斥吗？或是我们自己聊自己的，然后她去做别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那我就开始每天一直祷告，就从我知道赞美小组那一天要来的时候，我就一直祷告，求主啊，就是你可以让我爸妈的心能够柔软一点，就是让这一天会是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那结果这一天真的聊得非常愉快，聊了3-4个小时，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是我爸妈还一直问我说，就是那你去赞美小组都在做什么？那教会都在做什么？然后开始询问牧师啊、长老啊，就是开始关心这些事情。所以感谢主持续的带领我的家人来更认识主，真的主真的听见我的祷告，就是我每一天早上起床都会祷告，都会跟神宣告说，就是我是得胜有余的，我是神宝贵的儿女，我今天是有自信的，我今天一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感谢主，每一天的跟神宣告。那在3月呢，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弟弟他刚买没多久的机车停在路边，那被一台回转的汽车就是撞到，连修都不能修，只能报废。那这台汽车呢，它连撞了路边20几辆机车，那我弟的机车是最严重的。然后警察说，就是有拍到车，但找不到驾驶。那过了2-3天，那我心里比较担心的是，我弟的心里会不会觉得他好不容易工作赚钱买的机车，然后怎么就这样坏了，然后又要再花一笔钱，又要再买一台，他会不会有这些负面的情绪？然后我就开始自己祷告，然后也在 RPG 祷告，然后也谢谢田长老替这件事情祷告。结果隔天警察说，肇事者的妈妈带着他的儿子来投案。那于是我们就开始这个找机车行去估价，要跟对方谈理赔的金额。但原本约好的那一天，对方居然突然说要延后1天。那我内心就想说，会不会是他不想赔啊，或是想要逃避啊，所以想要延后？那我就想说，既然延后1天，那我就来看一下原本的估价单。那我看了才发现，哎，为什么这个新车就是估价只估2万多？然后我就要求要重新估价，然后因为估价很麻烦，就是你要很细心的拆解每个零件，
所以老板一开始他没有很细心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要求要重新估价。那最后呢，老板估了5万块，感谢主让这个时间能够延后1天。我不断的祷告，求主保守，明天去谈理赔，能够顺利的达成协议。求主介入主导这件事情，让神的公义跟爱在这件事情彰显出来，有圆满的结果。结果天哪，太不可思议了！感谢主，最后对方赔了7万多块。原本我们以为2万多，结果最后是7万多。神真的是行神迹的神。于是我就跟我弟说，你周日如果可以，你也要一起来到教会。所以遇到车祸看似不好的事，但是在神的手中反转成为得胜的祝福。透由这件事情，让我可以把福音传给我弟，透过这样的方式，感谢神的带领，谢谢主给我机会成为一个传递祝福的管道，让更多人能够透过神的话语得到祝福。那这是我在这几周的见证，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哈利路亚！我们要掌声归荣耀给上帝哦。我要讲后续第一个见证就是那对夫妇，太太是在做那个创意的馒头哦，很漂亮，她可以有很棒的设计。然后她先生就在最近就说他要工作，他要不能2个夫妇都在做这个馒头的事，所以他就转行，就找工作到中介，是卖房子的。那总是要试用3个月，他就跟那个品贤就跟我讲说，他这个先生叫老蔡就说，如果我这3个月，如果能卖出一个房子的话，我就相信有这位神了哈，就是更相信有这位神。你知道神真的是慈爱怜悯的神，知道说我们就像多马一样，对不对哈？结果让他卖出1套房了，我们掌声。对，谢谢耶稣，谢谢我们亲爱的上帝。第二个见证是我们真的去赞美小组，真的就我们很喜欢结束后，我们小组结束后，我们就会安排要去哪里玩。那天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去探望品贤，很久没有看到他了，所以我知道品贤很担心，因为我们一群人去，他妈妈是拜观音还拜什么的，他意思说，其实他一直跟我表达他很紧张，但没想到我们那天去。超 happy 的，对不对？人圣节，我跟你讲，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妈妈希望我们留下来吃饭。我们下次的设定目标是把他妈带来赞美小组，阿妹吗？让母女一起在我们的当中哦，很好。在4月3号的时候呢，那天是清明节礼拜。我们教会开始有第3场礼拜了，大家都知道哈，所以同样。楼下2楼礼拜，7楼也在做礼拜，所以就赞美小组第8区的组员就都会散布在各个地方。那天真的是，我觉得圣灵要动工，真的不是我们着急的来。李欣荣就在那一天，他决定要受洗。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游牧师还有刘牧师在旁边 push 推一把，就让那天决定受洗。我们来看下面几张照片。当我们小组就听到这个大好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再看下一张，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是要即刻的赞美。继续在下一章，我们即刻的要来称谢神，而且一次报名就是姐姐跟弟弟就在那天就一起报名，所以这一次5月1号的受洗，他们姐弟都会圣礼典，他们姐弟都会参加。我相信最感动的就是他的爸爸跟他妈妈。我记得那天我们围在一起在祷告的时候，穿格子衣服的是我勾着的戴帽子的是聪正兄。我边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他边哭泣的声音。聪正兄很感动，儿子要受洗，对不对？感谢主。我们来请欣荣来讲，他说他自己
跟多马一样，一定要看见那个事实的那个钉痕哈。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兴隆。晚安，我是李兴荣。预计本次要接受洗礼。那因为田牧师的邀请而在这里分享的想法跟经历。那之前因为尤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提到，若是没看见而相信的人有福呢？可是我呢，就像多马一样，需要看见一点什么，听见一点什么，感受到一点什么，我才要相信神。那在与尤牧师面谈的时候，他问到：“你相信耶稣复活吗？”那我的回答是：因为圣经有写。事实上，耶稣复活与否的故事，在我心中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在被记录在圣经中，耶稣的言行与举止。因为小时候，老爸就带我去教会。那时候不是很喜欢去教会，因为会被剥夺的仅有的假日。不过再怎样也看过神爱世人的标语。那神爱世人这个阐述了一个只要相信而不需付代价，就可以得到祝福的一段经节。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比较了传统宗教跟信神最大的差异，就是传统宗教中常常出现如果不怎么样，那你就会怎么样的这种说法。然而在这里，只要信就必得着。这两者本质上的差异就是，如果不怎样，不但没有福分，还会遭受到坏事。但是相信神没有代价，没有诅咒，只有祝福。虽然不爱去教会，偶尔也会因为要挥赶苍蝇而让一些经节流进耳朵，那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耶稣成为人在地上33年半，在地上的时间的言行举止及思考逻辑，被使徒记录起来变成圣经，让后世的人可以借由研读圣经而让自己更新变化。常听见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过在我眼中，神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在场各位包含我自己，是人也是神。在祷告的时候，虽然名义上是对着神说话，但是实际上就是该跟自己对话，也在跟一起祷告的人说话。然后存在在自己心中的神就会给予信心，存在在别人心中的神就会驱使他做工。在面谈中，尤牧师也有提到，祷告就像跟耶稣传代一样。虽然我不是很虔诚，不过至少还是要把耶稣加到好友里面去，而且还是有事才会赖耶稣，没事就会封锁的这种很过分的做法。但是我人生至今为止大部分都是一帆风顺。国中考高中，我开赖跟耶稣说我要200分可以念国立，那他就给我201分考上桃园农工。高中考大学，我开赖跟耶稣说我要500分可以念国立，他就给我490分。虽然说差了10分，不过当年虎科大机械设计系刚好有电子科保留名额，于是我比机械科的同学的录取门槛起码低了40分，也就是说我的同学都是要550分才有办法录取。大学考研究所，我又传讯息说我想要念隔壁的云科大，因为那边的校地够大，还有湖，才有大学的感觉。于是我被取第10名，居然还能录取。后来我查了查，我似乎是那一届倒数第2个录取的。我那一届考试的竞争对手还是历年最少。工作的时候，我也传讯息跟耶稣说我要离家近，不加班的工作。于是从最初的杨梅到南崁，到现在上班只要骑车5分钟。出社会10余年来，加班总时数大概没有超过16个小时。甚至在工作之余学习日文时，也是一次 N3就合格，也一次就录取到日本打工度假名额，顺利出发到东京去体验海外生活。在传讯息给耶稣的时候，我都只有提要求，没有提代价。神还是给我了以上这些顺遂到不行的经历，所以我看见、听见、经历，所以我相信神。阿妹OK， 欣荣，那个，你先等一下。所以话又说回来喽，就是你现在还会封锁那个耶稣吗？你的赖还会再封锁吗？还是已经开通了？已经开了，对。现在可能没有封锁，不过
很久才看一次。好了 ，OK， 我们知道，我们觉得欣荣可爱，他非常诚实，他非常诚实的说他自己现在的生命状况，然后，但是真的是他刚刚在讲的，从他的读书到他工作，我觉得就已经在数算恩典。让我们再一次掌声，真的谢谢欣荣，谢谢欣荣，对。这个礼拜天他就要受洗了哦，我们欢天喜地的哦，感谢主，18小组哦。好，再来呢，我们真的是，我们知道在18小组是很多都是就是初入社会的那个社会青年，在这样的工作，他们一开始进入到这个职场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的摸索，那知道要很认真，也知道要很配合公司，可是往往也许在年终的时候，他们的分数可能没有如预期的来的那么的满意或怎么样，这时候他们的心可能是会在一个会荡到低谷。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的这些社会这些社青嘛，我们讲因为这些年轻孩子要为他们祷告，不单单只是为他们的工作祷告，为他们的灵命祷告，我觉得更重要为他们的上司祷告。然后要为他们上司祷告什么呢？让他们有一个能够赏识他的部属，能够赏识我们教会的这些孩子，他们的优质、他们的特质的这样子的眼光。要同时要为上司祷告，让他们看得见、赏识得到这些青年。我们下一位就是苏玉竹，他的这个录影也是做得相当的棒，而且他讲的真的是让我也是很感动哦！真的，大家一起来看苏玉竹。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苏玉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和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在职场上经历神的。年终的时候，公司都有绩效考核评分，我在第2年，也就是去年年底的分数不如预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想法变得很负面，很偏激。我认为自己在工作上是非常认真又负责的，常常比别人早进公司，下班没有一天准时，常常礼拜6就跑到公司加班，学不同新的东西也比别人快，比别人上手。身边同事对我也非常认可，但为什么我的分数却比那些工作态度不好的人还要差呢？我心里非常不平衡，便开始讨厌上班，开始不加班，没有像以前那么用心在工作上，也开始有了想换工作的念头。到后来，压力大到甚至影响了身体，我开始睡眠品质很差，只要隔天是上班日，半夜2、3点就会自己醒，然后就睡不着了。因为这样，还去看医生，医生开给我的剂量是很少帮助睡眠的药，就类似安眠药，但我吃了也没有睡比较好，还是一样每天半夜都醒来。有一次我在工作时遇到了不如意、不公平的事，我又开始了比较，开始了抱怨，甚至还讲出伤害同事的话。在我说出口后，我马上就后悔了。我很讨厌那样的自己，我觉得为什么我要那么多负能量在工作上，还有在同事身上呢？那天回家路上，我想了很久，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就开始祷告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到底该怎么做，我才能改变我自己，能够不要把负能量带到别人身上，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那时候我脑中就有个念头告诉我要读书，可是我不知道我要读什么书。我回家后就开始 Google 开始找跟职场有关的书，后来我就找到了一本叫做《上班时别演太多内心戏》。读了这本书后，心态真的有开始慢慢转变了，但其实真正影响我的是，我参加了3月20号的第3场礼拜，那一天是邀请到谢明刚来分享他的见证。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就开始想，因为我的这份工作
是很多人替我祷告求来的工作，是上帝你给我的工作，那我要那么轻易就放下它吗？而且也许这就是上帝你给我的挑战呢，那我为什么不去接受这份挑战，而去排斥它，而去抱怨它，而去逃避它呢？在那天之后到现在，我的睡眠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也许工作还会再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我也相信是上帝给我的挑战，即使有苦难，我也要勇敢去面对挑战。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的经节，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谢谢大家。谢谢苏玉竹，很棒哈！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很会做，不管是品贤或者苏玉竹，都好会做这些东西。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多会在这个媒体上面看到很多的见证。这个礼拜天，上个礼拜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开始有那个第3场礼拜。那第3场礼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设定目标，就是要对新朋友、对慕道友。那我们在16小组，我们一直有在关心一位姐妹。那位姐妹，我知道她现在碰到一个很艰困的环境。那我也不太能够做很多的表达，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哭。那我想说，我就是会传，这次就把第3场礼拜，因为第3场礼拜都有一个见证，我就把那个就传给他这样子。哎，没想到这位姐妹居然回应我说：“处于我可以参加吗？”她居然是这么说。我说当然可以啊，其实我很怕她是拒绝我，可是她就居然说我可以参加吗？我就说可以参加。那我知道赶快我要借力使力，因为这个礼拜就是上个礼拜的天，我的服事是在2楼，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个姐妹，所以我就赶快跟丽珠，因为丽珠在7楼第3场礼拜服事，然后我就也赶快跟刘牧师讲啊，把这个姐妹的状况告诉刘牧师，也告诉丽珠，我想说赶快大家借力使力，赶快来帮助。那第3场礼拜结束的时候，牧师常常都会给一些小礼物，就让大家到台上去拿一些东西。那这个礼拜天是拿卡片，那我们也不知道神要对这位姐妹说什么话，但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上去拿。结果很奇妙的，神就是这样对她说话，因为我也不知道她现在生命状况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点哦，因为我也不太敢太多的跟她很多的互动。结果她拿到那张卡片，她感动到都流眼泪。那卡片就是写：抱怨让人一无所有，感谢使你满载而归。这是神对他说的话。他出于我现在就是一直处在一个抱怨的一个状况，为什么都是我？所以神要对每一个人说话，真的那个时间非常奇妙。我们相信，我们每一场礼拜，不管是第1场礼拜、第2场礼拜、第3场礼拜，或者是周6礼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借力使力，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神自己会对你所要关心的那个设定对象，神会对他说话。以上是我们第8小组的那个第8区好的见证 ，OK 了吗？好。我们要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掌声来谢谢我们第8区。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阿们吗？阿们。就像神要我们经历他的丰盛主恩是一样的哈。那我们现在要为这个教会事工来代祷，那我们一起来读经文，马太福音10章第1节，来。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用台语求主唤醒迦南教会信心充满大人内心，明白真理，领受权柄，勇敢壮大，宣扬福音。阿们。
好，我们要为了每一个人能够渴慕，还有领受圣灵的充满、灵命更新，来为主而活。我们人人是基督的精兵，为福音能够大发热心。第二个，我们为了教会49号还有33号的装修工程能够顺利。第三，为了共读神的话，共求神的灵，共行神的道，共享神的爱，共同经历主恩，我们一起来祷告。那第四是迦南门训的门徒列车启动能够顺利。第五，我们要兴起儿少青眺望信仰的热情，成为主合用的器皿，荣神益人。第六，我们要为了小组事工的推动牧养，为了成人牧区、青年牧区，还有儿童牧区，以及开放式的关怀小组、领袖小组能够倍增来代祷。那我们现在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了以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对，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爱的儿女。主，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开口来呼求。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生命的记号，那恩典的记号。主，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用宝贵的自己来唤醒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有重新正直的灵来亲近你。求你更多的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快跑奔向你。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是被羡慕的，是成为榜样的。叫我们的灵刚强起来，接受装备，成为门徒，是主所喜悦的。众人就要从我们活出的生命当中，要认出我们就是你的门徒了。主，你是迦南教会的头，我们是你的身体。求你帮助我们起心动念规划的事工，求你使用我们祝福这块土地，兴起你的儿女，使我们抬起头来称颂你，我们的神，荣耀的君王，为你的名引导我们走义的路，兴起我们的各个牧区，不论在哪一种年龄，不论在什么样的族群，兴起我们来渴慕你，兴起我们来建造教会，兴起我们成为祝福，成为有影响力，成为有感染力的人。因为神，你早已将你的国度显明，求你帮助我们有意向，有蓝图，让我们不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主，求你帮助我们不害怕做出决定还有决策，求你赐福在迦南教会，求你赐福我们一同的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续我们要为了家庭、婚姻关系还有信仰来代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7节。挪亚因着信既慕神只是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一起举手来宣告：愿主的恩典充满每一个家庭，捆绑迫害家庭的黑暗款式离开，全家大小敬畏上帝，彼此相听，充满恩典加永活的盼望。阿们。我们为家庭、婚姻的关系还有信仰来代祷。我们为了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来祷告。第一，为了全家信主，为了我们的第二代能够归回，有这样的行动；为了全家能够一起服侍主；为了家庭的经济主能够供应充足；为了我们可以开放家庭，我们来设立祭坛来祷告。为了家庭的关系，为了夫妻、亲子、婆媳、岳婿、兄弟姐妹的关系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大大的为我们的家庭来祝福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的神，谢谢你恩待了我们，就在这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赐福，继续的赐福在我们的里面。
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若不是因着你的慈爱与恩典，我们岂能平安来到主的圣殿，领受主的恩典？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翻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基督的精兵，大大张口传扬主的福音，宣扬主的名。主啊，教会是主所建造，为要传扬主的名。求你让我们的教会中华路49号及33号的装修工程，在主的保守中，不受疫情的影响，工程能顺利进行。施工团队在主的保守中，领受主恩同在，让装修工程如期完成，让我们的教会在这地做光做盐。主啊，福音是种子，生命是果子。愿我们的灵命更加增长，时时读经，让圣灵的恩膏临在我们身上，经历主所赏赐丰盛的恩典。教会的门徒列车，为要使更多的信徒透过造就成为门徒，宣扬主的福音，引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主的恩典。愿众人皆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求主保守，让门徒训练列车的事工在主的掌权中顺利推动。我们也要为教会的儿少青来祷告。孩童的信仰是单纯的仰望，青年是教会的根基。虽受疫情的影响，部分儿少的聚会改为线上。求主让这一些孩童与家长不因聚会的方式改变，而能持续的读经与祷告，更加的亲近仰望主。求主让教会的青少年在信仰上更渴慕追求，在服事上能成为合主心意的器皿。我们也要为教会各项事工的推动求主保守，在各项事工推动时能不受阻碍，每个人服事都能以神的心意为主轴，同心合意为主做工，彰显合神心意的态度，让事工的推动更加顺利。我们也要为教会中的每个家庭来祷告，愿每个家庭中夫妻的关系能和谐，亲子关系能和睦，亲人之间能彼此关怀，互相包容，在经济上有困难时也能彼此扶持，同心仰望主的信息。因为主的慈爱必引导我们走在恩典之路。我们肢体当中身体有病痛的，主你医治大能的手必临到他们当中。求主将我们的肢体藏在你翅膀的印下，不容任何伤害攻击我们。要领受主的医治，求天父特别医治对抗病痛的人。主啊，你医治的大能必大过任何疾病与疼痛。我们的会友家中有失丧的，也求主保守。愿主安慰的灵与他们的家族同在，扶持他们走前面的道路。因为在主里彼此的关怀，必不感到孤单。愿主的荣光大大彰显。孩子在你面前诚心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心。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的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
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弟兄姐妹们，要一起在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身心灵来代祷。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咱奉主的名做伙来宣告讲：圣神充满我，我就得自由；圣神充满我，我就得医治；圣神充满我，我就得稳定。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为这些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世上的日子，到最后还是要经历神的荣耀我们也为这些的癌症的弟兄姐妹特别他们在面临这种内在的这样征战那愿主来帮助他们，无论是在做疗程，或者是在面对自己生命的这样的短暂的日子恳求神给他们有刚强壮胆，何时软弱靠主，何时得刚强。特别也为这些在长期的病痛或是在复健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真的面临这一些的软弱病痛的时候，有时候就造成家庭的这一些的负担求神来怜悯与他们同在特别有几位我们看到好多中风在住院或者是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求神来帮助他们经历神大能的医治那也为着陈奕迅老师他的母亲陈丽云姐妹蒙主恩召过来，他们可能会儿女会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但是当他在临终的时候就有马上通知牧师，因为我们过去已经协调好了牧师就在那边为他们还有他们的遗族来祝福祷告，他们也都很感动，也感谢教会过去的这样的代祷我们恳求神在这样的一个告别式的日子我们依然也会到那边去致意相信圣灵在运行动工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特别为这些世上的家庭，为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神已经将这样的权柄，只有将这样权柄交给你我们奉主的名一起来捆绑地上的捆绑，天上也要捆绑，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是要胜过黑暗权势的权柄。主你给我们的权柄是要让人遇见你，是要让人经历你医治的大能，是要让人在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你的安慰、你的扶持，是吧？经历你的带领。主我们要看见你奇妙的作为，透过他们的信心来经历你神迹奇事，要随着这些信靠你的人。主我们奉你名，特别是在许多的中风的弟兄姐妹，我们奉主名来命令捆绑这一些拦阻他们的血路，拦阻他们的这一些的手脚的经路的，奉耶稣名释放他们，让他们得自由。主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自由。谢谢主，我们要靠着主来得胜，得胜这些软弱，得胜这些仇敌，得胜这些在我们心里面拦阻捆锁的这一些的邪灵，奉耶稣的名来释放他们，让他们灵得自由，身体得医治，让他们要开口来赞美你，开口来赞美你医治的大能，开口来赞美你供应，开口来赞美你引导他们走又新又活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你应许说没有不能成就的。主我们奉你名，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让我们用信心相信你已经将这样的权柄
赐给你的教会，就是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开口奉主名宣告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迹奇事随着敬畏你的人。谢谢耶稣，让我们在这边的同心见证你的复活的大能，见证你奇妙的作为，也能够透过这些的见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当我们在宣告你的医治、你的供应、你的同在降临的时候，主，我们就看到弟兄姐妹他们要经历，但不可能的要成为可能，因为你是使无变有的，你是使不能成为可能的神。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我们用这来回应了。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再次来宣告来，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终身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再次来宣告来，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谢谢耶稣，你是得胜的主，得胜的君王。我们靠主要得胜仇敌。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啊！我们互相的来道平安啊，愿主的同在啊，赐你平安。